習近平已經真係完全冇派打，佢會透過特朗普想施壓。不過當然特朗普呢，我覺得都係咁樣幫佢講兩句，即係好似啲經紀咁樣 hea 你，老闆我同你講咗啦，我同你鬧咗佢啦，太貴啦係嘛？實際上係冇鬧到嘅，唔敢鬧係嘛？咁高市早苗當然唔係澤連斯基啦，佢手上大把牌啊嘛，係咪？嗱好啦，咁嚟緊啊，局勢會點發展呢？好明顯中共想褪，中共冇得打呢張牌。佢打俾特朗普，我諗亦都係盤住搏一搏嘅啫，係嘛？特朗普做唔到嘢都好啦，都起碼可以令到佢咧好好睇睇。即係話咧，我覺得佢需要一個落台階，多於要特朗普撳到高市早苗道歉，因為高市早苗嗰種硬頸嘅性格，加上國內啊，而家日本嘅民望一度係咁升，佢邊度會褪啊？佢如果今次讓步啊、褪啊、道歉啊，佢嘅呢個政治前途就係咁先噶啦。所以我認為高市係唔會道歉，唔單止唔會道歉，而且咧會好強硬。